此事是正经嘅，亏神爷乃是我送本记王文静，只因王文静已经已经赴考，又谈到我嘅父亲严明，机智嘅神风那是带有亏神爷，可是将模仿不利，故所将家中嘅亏神爷。送本记王文静，希望记一记壮亏。不可能！哼，你是爱嘅么嘢呢？哈？也今日咧，根本你就冇出外。再讲呢，你是个千金小姐呀，哈？哪有可能是此人的天亲呢？哼！了就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，所以小姐佢撤退就冇希言啦。好，刚才问你啊嘞，你有嘛个认真？有嘛？个人可以让你抓住，马上看到，你啷个讲可能嘞？我有认真。马上，嘿马上，嘿，罗曼基公婆了件事情，从头至尾，这个两公婆最清楚啊。好，来人啊，请出罗曼夫妻到公堂说明。遵命。相爷，你辛苦了，先到后房饮茶休息一下，睇我好好审问他罗曼夫妻真正的缘由啊！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告退了。你听父亲今后堂休息了，哼！来人，在王文静签诗压下。晓得。汉人鲁曼夫妻请到了，带上来。是。哎呦，你看你啦，啊！喊你无论人嘞，了，给你调来做证的啦。哎呦，我叫会滴哦，事情会变到暗容易啦。嘿嘿啦，好啦好啦。你是何人？我是鲁曼。那你又是何人呢？佢係我姑娘啦。我来问你。啊。王文建说，相府的千金送他亏身呀，为天亲之物，你夫妻可有看到啊？错，
真经係其實嘅，我兩公婆吼就有看到。住口！相府嘅千金，哪有隨便老人私會啊？又哪有隨便送人私物？官家從實走來，那麼太顯時候。唔好啦，太熱啦！哎呦，我夫妻哦，真經有看到啦。哥仔講啊，你夫妻啊，哎呦，超鹹鹹的，金皮大啦，太熱要命啊！你係嘛人啊？我扮做總亞妃。哦，今日家中可有親人啊？太熱啦！還有一個阿哥，唔過數日前啊，佢啊本人背下生愛，生死不明，然後只剩我老公咧，你莫打佢啦。你可知我係嘛人啊？我又為啲嘢嘛啥？難道你睇唔出我嘅生意嗎？好，你係你老妹啊，我一個鐘了後就萬歲面前請旨啊！哎呀，為下鄉探民情，你下萬歲呀！本來巡按推天查數，按軍職責啦，我要回轉故鄉親密，要按度好你錯兩位呢？哎呦，阿哥啊，我多想你呀！老妹，你今日老愛同佢講，我要會出嚟咯。哎呦喂呀！啊咦，唔係我佢講，啊係我是誰嘅阿哥啦？你啊！睇唔出呀？咩，你調下講記係嘛嘅？佢係我阿哥，也嘅太橋。啊咩愛？呀下我就廢了。跟你含吉嘅，佢阿哥是你呀？哦，好啦。原來哈面前就係太橋哈，太死係啦。咪太橋？係啊，你係嘛人啊？我啊，嘿嘿，我係你做妹嘅老公。騙你錯啊，我係世界嘅美男子。冇那個。啊？愛國啊？愛國。安用要講喎。你無事無情，佢都按稿做乜解？我係講你無啦嘅，好來。嚇，我啦嘅，哎，哎呦，阿橋啊，我按用牌，真要啦嘅。你阿隻老妹，係我想你心嘅啊！你想我討佢，如今佢係我安全嘅老妹啊！錯，原來係官家嘅千金小姐，你偏乜嘅要討佢，你要偏見喎！啊，偏見喎，我上述就冇啦咧，哪有可能還有我細趕啊？拜託一下，我按用完好咧，等我春有錢。你無賣，你無品，哪能拖下嘅心肝寶貝嘅老妹？太哥，你莫為難佢啦。係喲，老妹啊，阿哥係唔攀定你啊，你按隨便就聽人走啊，係
的面啊，你们见人啊！好，就算因伊六杀我嘅，不过我人强志不强，我总唔得担负伊，也唔敢过盘伊，心讲呢，爱过死。喂，哎，你呀，总得走啦。太哥啊，我老弟已经结为夫妻咧，结几两安那走，我总算要挖空马啥？马该啊，你两人结上夫妻啦！哎呦，你到底看上佢哪位啊？啊，佢啊，我老妹，俺样嘅人又会爱佢咯。太哥，佢虽然强，俺唔过佢懂善良，我就爱呀佢善良。佢虽然冇读书，俺唔过佢懂聪明，我要爱呀佢聪明。阿哥，我嫁俾你一定唔会失亏嘅啦。老妹，你讲佢聪明系冇？好，既然那安样行，阿哥就来考考佢个头脑，那能考得过，我就承认俩成嘅婚姻。好，老公，啊，唔是讲为到爱你爱病。好，太巧啊！所以讲嚟，讲嚟，我爱你，拼尽300两。啊不过啊，啊，我相信你也拿唔出来啦。嘿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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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3天不你安，你一不投，你不抢，第3，那用正正当当的方法拿出300两来，我就承认。是，你当真？当真果然，果然，太巧啊！我唔是3日，不过太巧啊！我先答应我2个小条件。哦，按样行系冇？哎呀，马上300两送到人面前。好，就照你讲嘅，条件答应你，第天呢？太巧啊！哈哈，你身为顺安太爷，错吗？错，嫁人嘅老妹，爱嫁妆怎有体面错吗？俩系当然嘅呀。第一个条件，我同人嘅老妹，爱你嘅嫁妆拍完500两，咦，500两。错吗？好，第一条件系样办？天意計啊！係條啊，唔該談清楚哦。愛你先送嫁妝，愛爭後送聘期。係條，唔看到嗎？愛無頭又無槍，係正當嘅數學。我就讲，杜曼你当聪明，太公啊，你俩有答应2个条件哦，顾上人嘅品质呐。哎，先送哦。太公，你呀是做唔得反悔哟。你拿我500两，我输你300两啊！錯啊！你打抢我200两银，你要做乜嘅用啊？哦，太細啦，太巧啊！我輸嘅，我俩200兩啊，唔免拿去亂用。我存下來嘅200兩，我愛起一太嘅嘅福，本嚟嘅啊本苗莫輸到風寒。阿哥存下來嘅錢，
我爱做条小生意，我爱本来嘅父娘输多苦，我2、3年我爱抗议，我爱本来嘅父娘只3得有尊严。太哥啊，你看，我就讲，我冇嫁错你，你就答应嘛。好啦，既然鲁曼有个头脑，能解决我出本几个难题，我就答应你啦。鲁曼啊，去动车太哥。哎呀，多谢太桥。老妹呀，你食材还桂林金啊！不过啊，那为什么跟王文金会讲跟案件老你有关系呢？啊，超好！阿公啊，你个王文金虽然生活同困苦，唔过佢做人懂食材，又善良，应该冇可能会做呢种嘅事情嘅啦。错啦，太桥啊！我老你讲，你所有嘅事情爱最低，本爱照错。你第二件事情错啊！其实我老你讲，你条嘅事，哎呀，唔是事啦，冇相干啦。本来讲嘛，迄自家人无相干啦，迄相互失落嘅东西哦，就是爱念倒街，啊，来伫本人误会，哎呦！本来讲哈，王文珍啊，不敌情嘅情况之下，输了才亏钱，啊来王文珍也冤枉呢，那个亏钱呀去当铺点钱，才会本人做到共同死刑。原来係你。不过，我蔡庙杜仲有唐多半仙老爱指点，讲佢王文静係我嘅老公啊。你讲嘅你也就半仙咯，係我家界。唔好讲呢。哎呀，冇相干啦！阿妖啊，王文珍啊，會扮口強啊，係野路會搞奇界。哎呦喂啊！你實在哦，會俾你氣死！哎呀！馬上魯曼你太不該，見那個面面苦難來，研判此事民是非，抗爭王法上站台。阿公啊，你兩手又未跳過嘅啦，當初啊，完全係因為你兩個魯曼啊，佢上個本愛貼片難忘嘅婚禮，一路上飲到嘅東西冇送官府，唔就咪變做暗用刑，拜託一下啦，太公啊，佢老上日求情好冇？你竟然按傳統嚟嘅妹嘅，老愛騙難你。魯曼啊，可以做啲好事啊！哦，拜託太子家，我係做功德咧。來，你看，來，這個，你看，一隻王文珍，生到極標人才，才講不掉。切除係種種嘢嘅了，啲做嘅好細路，來為錢啊嚇！我看咧，啲就拍手指、拍前邊，上到亞那肚子，美麗大方，身體善良。看咧，嘅兩沙來丟神一堆，他只個講係咪天上一堆，天下一手？哎呦，那是我老幾天數啊，可能啊，一雷講會老愛口死。出來，就按用刑啊，太公。你兩人啊，真是天生嘅一對寶啊！實在哦，我很為難啊！哎呀，老少爺，實在真排泄啊！
而带入那个老妹，年纪犯强，不是师傅啊，原谅他了拜吧。哈，好，一切事情我要谈得清清楚楚嘞。算起来，我嘛有唔错嘅地方。安尼好，安尼係我误會嘅王文進咯。嘿，再講我嘅五姨啊，剛才喺俺多年嘅面頭前，也有承認嘅王文進，算來佢係一個情誼啊。老兄呀，既然事情就已經發生了，喺我想啊，應該就上天嘅安排，不如也冇人不愛做啊！你看王文進人品咩端正啊，不如就將那個五姨許配王文進為妻，你想樣辦啊？是。好，大家五姨已經都承認了，算將佢啊係一個夫咯。啊，唔過係那冇答應也做唔得咯。啊，真嘅呢嘛？哎呀，老夫太神，你放心，我今天會好好通下小姐，下擺今天我幫你什麼啊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唔過我等途中衝完了後，你真係逢正思橋，揚起我嘅前景嘛。曉得，見本日還有兩團嘅好姻緣，完全將你兩公婆老愛牽成真實夢兒哦。爹冇乜計啦。嘿呐，小小意思。對你哈，啊？你兩人唔是法律都聽咗。喂嘛該？係個用辦咧。盧曼，哦，雖然你係那個老妹些來講，也唔過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啊。你將飲到嘅東西贈送他人，害人業惡，同樣要接受法律嘅制裁。哈！阿妹愛我死無命咯。盧曼，啊！現在你將此案交代到如此明白嘅情況上，我就判你服監3正月，以示教訓，3日後出行。啊！太公，阿輝呀，你呀不用再說了，也已經係我對盧曼最大嘅寬容了，馬上喊佢我自作自受呢。爹啊，唉，好啦。哦，總太爺，你呀真是太公無私。哎呀，本係王文進是份嘅敬佩呀。此回可說是弄假成真啊！哈，我老人家是作出的賠錢金嘛。